顶一日，喜神甲咱大家提到讲，经过足长1600年的时间写成的这个圣经，对古早一到现代，拢保有袂当改变的权威。这最主要原因就是讲，真神直接向人所讲的话语。第二就讲真神所默示的。第三就借着这个记载，来传达真神的话语甲默示。对圣经的形成，互咱明白圣经几项特性，就讲启示性啊、一贯性、甲绝对性，或者是可行性。对顶面咱所讲解，咱又可以深刻来体会到圣经所蕴藏着神奇妙智慧。咱相信神的话语，的确会当领受伊所要赐予咱福气。喜神呢，现在就要奉主耶稣基督圣名，甲咱大家做来探讨、来分享的题目就是圣经的内容。今日要来讲旧约圣经的简介。圣经虽然是经过真长的时间，甲借着40外位无同款身份的人所写的手笔，以及各种无同款的文章体裁所写成的，但是伊的脉络是一贯性的。伊最主要是咧讲到着神救人的计划。圣经拢共有66卷，分做旧约甲新约两大部分。所谓这约，就是启约。就是真神为了拯救人类甲救赎的过程，真神借着甲伊所竞选的人所立的约，来显明着真神的心意，绝对是未改变的。也就是讲，互人会当明白，来坚定，来相信的心。旧约甲新约是以主要所基督降生来做分界线，伊所显示的真理是一贯的，互相印证的。所以一般称作旧约是真神计划的准备，敢像影同款；新约是救恩的完成，又敢像实体。这两项是无分开的。现在喜神呢，根据着各经卷当中的中心思想呢，来简单讲解，来做咱每一人来研读圣经的一个参考啦。第一项，咱讲这个旧约的内容，旧约圣经拢共有39卷。那以伊的这个体裁、个性的这个无同款，大概可以分作4类。咱今日根据着各卷的中心思想来简单述说一下。第一就是这个律法册，又称作摩西五经，是以色列百姓的领袖摩西所写的。第二就是创世纪，记述着真神创造宇宙万物的大历的过程。像甲人犯罪经过，以及早期人类历史，真神特别竞选以色列民族的过程。第二就是出埃及记，记述着真神借着摩西带领着本来寄居伫埃及地以色列人来离开着埃及，进入旷野的各种的事业。第三卷就是这个利未记。记载着神要求着以色列人安那来向真神献祭，甲生活法规的代志。伊的精神就是爱这敬拜伊的人，会当过着圣洁有道德的生活。第四卷的民数记，记载着以色列人经过着旷野时阵的事业，来强调着信心的重要性。这第五卷是申命记，记述着以色列人要进入迦南地以前。真神借着摩西向百姓来宣告各种训诲甲律法，来期勉着百姓进入一个祥和的社会。第二部分就是历史册，拢共有12卷，描述着以色列人的兴亡事业。伊最主要的目的是第一，互咱会当明白信仰甲个人、国家、民族的成长有密切的关系。第二是，互人看到真神掌管人类历史。更较重要就是讲，真神向以色列人所做一切，拢蕴藏着真神救赎人类的计划。所以，咱研读着历史册时阵呢，咱唔通只甲当作是一个以色列族的历史的角度来甲看尔。咱爱以一个追求明白了真神的工作旨意来甲读，咱才会当得到造就。而且，伫这历史册的事业又搁分做3段。第一就是王国时期的历史，有3卷圣经卷，对约书亚记。
这中间记述了真神安那借着另外一位领袖叫做约书亚，就是摩西的接棒者，带领着以色列百姓伫旷野来进入迦南地，来领受着土地做因家己的产业，来建立因的家园。第二关就是士师记，来记述的以色列人还未正式成做一个国家组织以前呢，一段对真神所竞选的领袖，称作士师，带领着百姓保卫着家己的家园的时期的各种的战役甲事业。第三就是这个路德记，这是描写着士师时代的一个大家新妇之间的这个感人的残垣事业。第二部分就是王国时期的历史，拢共有3卷，每一卷分做顶卷甲下卷。第一就是撒母耳记上甲撒母耳记下，这是记述着以色列建国的经过，甲早期2位国王扫罗甲大卫的事业。第二就是列王记上甲列王记下，这记述着以色列各朝地的国王甲伊的兴亡。第三是历代志上甲历代志下，这甲列王记上甲列王记下的这个内容差不多，但是比较较偏向着大卫王的子孙做王的各朝地的事业。第三，亡国了后归回时期的历史。以色列民族呢，伫主前586年完全拢灭国了，后来搁再归回。不过这个时阵只不过是统治伊的这个帝国当中的一个姓尔吼。这个时期呢有3卷，就是以斯列记，记载着以色列人归回中间因信心的中心，就是圣殿的事业。第二就是尼希米记，记述着以色列人重建着亡国时期呢被毁的耶路撒冷的这个城墙的事业。第三就是以斯帖记，来记述着真神奇妙保护以色列人免得互敌人来屠杀的事业。第三部分就是智慧册，是记载着高圣徒个人灵修所得的体验啦，像约伯记讨论着这个苦难的问题，诗篇就描写着高圣徒的信仰生活当中的经历，加向真神的祈祷。第三箴言记载着生活中间的应对的智慧名言，互人过着健全合宜的生活。第四传道书讨论着人生意义方向的经验。第五雅歌描写着夫妻之间真诚的相听，来引导人甲真神建立密切的关系。第四就是先知书，拢共有17卷，是真神伫无同款的时期，借着无同款的工人，对着以色列百姓的信仰提出指示，将民鼓励，将民警戒，目的就是要互百姓会当过虔诚、圣洁、甲和谐的信仰生活。今日对咱也是有真好的勉励。第二大项，咱过来讲旧约圣经的主题，对新约圣经的启示，咱可以确定会看出旧约圣经的主题。原来旧约圣经的主题乃是主耶稣基督。旧约不是伫主耶稣基督降生以前的著作吗？无毋对，旧约最后的一本册，大约是主降生以前400多年前就完成了。安尼，旧约时代主耶稣基督还未降生。安那讲旧约圣经会以主耶稣基督做主题呢？这是圣经极奇妙特别的要点，伊乃是对真神所密实完成的一个要证。同时呢，这件代志也显示了主耶稣基督是对真神来的救主。第一，咱来讲耶稣家己讲明了，伊是旧约的主题人物。主耶稣被钉十字架了，伊复活。这个复活的主呢，伫路加福音24章50到7节，伊对伫路上所拄着迄两个门徒讲，无知的人啊，先知所讲一切话，恁的心信得伤过迟钝咯。基督安尼受害，又进入伊的荣耀内面，敢毋是应当的吗？大呢对摩西甲众先知起，既若经常所指着家己的话，拢甲因讲解明白咯。请注意，这里讲一切话
这3句话。主耶稣伫路加福音第44章48节，又对11个门徒安尼同款的话安尼讲主耶稣对因讲，这就是我以前甲恁同在时所甲恁讲的，摩西的律法、先知的册，甲诗篇顶面所记载，既然指着我的话，拢得甲要应验。但呢，耶稣开了因的心窍，互因会当明白圣经。又搁对因讲，照着圣经所写，基督必须受害，第3日对死来复活，并且人要奉伊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对耶路撒冷起，直传到有万邦。恁就是这代志的见证。第44节中间咧讲，摩西律法、先知的册，甲诗篇，是犹太人将旧约分成做3部分。对这主教门徒讲，旧约的每一部分拢有记载关于伊的代志，虽然毋是单单记载着关于主的代志，总是主乃是中间上重要的主题啦。主耶稣伫约翰福音第5章39节，捌对逼迫伊的犹太人讲：恁查考圣经，因为恁掠做内面的永生，甲我做见证的，就是圣经。这圣经呢，是指着当初时完整的旧约圣经。主耶稣亲自讲旧约圣经就是为做见证的，这真正是千真万确的事实甲真理啦。第一项，咱讲彼得宣告讲主耶稣伊是旧约的中心，为什么讲呢？伫使徒行第3章的18节到24节，他们咧讲，但真神借着众先知的嘴，预言基督将要受害，就安尼应验咯。所以恁应当爱悔改归正，互恁的罪得到涂抹。安尼，迄个安息的日子，得甲对主的面前来到，主也得甲差遣所预定互恁的基督耶稣降临，天得甲留伊，等到万物复兴的时阵，就是真神对创世以来，借着圣先知的嘴所讲的。摩西要讲，真神要对恁兄弟当中，甲恁兴起一位先知，亲像我。既然伊向恁所讲的，恁拢爱听从；既然无听从迄个先知的，得甲要对百姓当中全然灭绝。所以对这个撒母耳以来的先知，既然讲预言的，也拢是讲到这一日啦。所以按照彼得的宣告，旧约的众先知每一个讲的预言，拢有讲到关于耶稣基督的代志。第三，咱嘛咧讲到保罗也同款安尼来认捌。保罗伫使徒行传16章22节到23节，伊也为家己辩护讲，伊当年所传扬的信息，并不是什么新意的道理啦，乃是呢旧约所预言的愿望。所以伊讲，然而我望真神的帮助，直到今仔日也徛伫得住，对着尊贵的卑贱的拢有做见证。所讲的并无超过众先知甲摩西所讲的将来得较正的事，就是基督必须爱受害，并且因为对死来活，要首先甲光明的道传予百姓甲外邦人。主要说对旧约解释，还有彼得甲保罗的见解，代表使徒以及初期信徒对旧约主题的了解。第三部分，咱们来讲旧约甲基督有密切的关系。第一项，咱来讲确认这个旧约启示。伫这个马太福音19章的第4节以及第6节，耶稣会来讲，迄个起初造人的是造男造女，并且讲，因为安尼人爱离开父母甲妻子联合，两人成做一体。这个经恁敢无读过吗？既然安尼，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咯。所以真神所配合的，人袂当分开。这是确认了创世纪第1章17节到24节的真理啦。另外一方面，第二证实这个旧约的历史。主要说伫路加福音第4章25节到27节咧讲我实在甲你讲，无有先知伫家己的家乡
互人抹杀的。我对恁讲实话，当以利亚时天塌掉咧，有3年06个月，遍地有大饥荒。迄时阵呢，以色列中有真侪寡妇。以利亚并无奉差遣往因一个人的所在去，只奉差遣往西顿的撒利法的一个寡妇遐去。先知以利沙的时阵呢，以色列中有真侪生大胎哥的，但内中除了苏利亚的乃曼，并无一个得到洁净的。这段圣经主要所引用了旧约北条的历史，证实了这个历史的真实性。第三，咱们来讲推广旧约的律例。咱注意讲新约圣经的几段经文中间有恁听见然后讲，但我甲恁讲，这几个字的存在，就是可以知影讲，主要所甲旧约的律例的正义说明了更较清楚。主要所伫马太福音第5章21节到22节的教示安尼讲。恁听见有吩咐古早人的话讲，毋好杀人。伊佫讲，既若杀人难免受审判。只是我甲恁讲，既若无缘无故向兄弟生气的，难免受审判；既若嘛兄弟是孽假的，难免公会的审断；既若嘛兄弟是无理的，难免地狱的火。伫马太第5章27节甲28节嘛咧讲恁听见有话讲啦，讲毋好奸淫。只是呢，我甲恁讲，既若看见着妇女就动了淫念的，这人心内已经甲伊犯奸淫咯。马太第5章33节到34节嘛咧讲，你就听见吩咐古早人的话讲，毋好背誓，所起的誓总是爱向主谨守。只是我甲恁讲，啥物誓拢毋通起，毋通指着天咒诅，因为天是真神的座位。马太第5章38节、39节嘛讲，恁听见有话讲，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只是我甲恁讲，毋通甲恶人做对敌啦。有人拍你的正面，连倒面也挖转过来，互伊拍。马太第5章43节到44节嘛咧讲，恁听见有话讲，当爱恁的邻舍，恨恁的仇敌。只是呢，我甲恁讲，爱恁的仇敌，为着迄个逼恁的来祈祷。第4部分应验了旧约的预言。耶稣一生呢，早伫这个旧约的时阵呢，就有了详细预言。对耶稣出世的时阵的一段经历，就可以知影，这就是旧约预言的应验。伫马太福音第2章13节到18节，这里讲，因去了后，有主的使者向约瑟梦中显现讲起来，带着细囡仔，当着伊的母亲，逃往着这个埃及，住伫遐。当我吩咐你，因为希律的确敲找细囡仔，要除灭伊，约瑟就起来，夜间带着细囡仔，甲伊母亲对埃及地去，要住伫迄个所在。直到希律死了，这就要应验着主借着先知所讲话，讲我对埃及调出我的囝来。希律看见了家己去互波斯下去就大大生气，找人呢，将这个比利行城内底，并且四境所有的查甫囡仔，照着伊向波斯所仔细参问的时阵呢，竟然2岁以内拢杀尽了。安尼就应验了先知耶利米讲，伫列马听见大哭的声音，是列杰靠着伊的儿女，毋肯受安慰，因为因拢无得咯。伫马太福音第1章22节23节，这里讲希律死了，有主的使者伫埃及向约瑟梦中指示，约瑟便往加利利一境来去咯。到了一座城，名叫做拿撒勒，就住伫遐。这就要应验先知所讲的，伊将要称作拿撒勒人的话咯。第5项，咱要来讲实现旧约的理想。为什么呢？先知、祭司、君王是旧约当中真神理想的部分，主要所实现了旧约的理想。第1项就讲先知的角色，主要所伫路加第7章16节，捌叫拿因城的寡妇的囝对死来活，
众人拢真公影，归应邀互真神讲，有大先知伫咱中间兴起咯。又搁讲真神眷顾了伊的百姓，所以伫这个约翰福音第6章14节，第7章的40节，并且伫约翰福音第9章17节，马太福音21章的11节，拢咧讲到耶稣有先知的角色，第二项有祭司的角色。希伯来书的作者伫希伯来书第2章17节见证主耶稣讲，伊凡事应当甲伊的兄弟同款，为着要伫真神的事项顶面，成做慈悲忠信的大祭司，为着百姓的罪来献上了挽回祭，所以有祭司的角色。伫君王的角色顶面呢，伫路加19章的38节，咧讲当主耶稣将近了耶路撒冷，正落橄榄山的时阵，众门徒因着所见过的这一切异能呢，拢欢乐起来，大声学了真神讲，奉主名来的王呢，是应当称颂的，伫天顶有和平，伫至高的所在有阳光。这是主耶稣君王的角色。第6项，咱要来讲启发到这个旧约的奥秘。伫这路加24章25节到27节咧讲，当主耶稣成全了真神伫旧约所启示救赎的经纶时阵，门徒因呢还佫无明白，所以耶稣向因显现讲明了旧约的奥秘。伊讲，无知的人啊，先知所讲一切话，恁的信心信得太低钝咯。基督安尼受害，又进入了伊的荣耀，敢毋是应当的吗？就安尼对摩西甲众先知，既然经常所指着家己的话呢，拢甲因讲解明白了。所以这是启发着旧约的奥秘。第7，尊重着旧约的权威。伫这路加福音第17章的17节，主要所向当地人强调了旧约的重要性。伊讲天地拢要废去，比律法的一点一画的落空还佫较容易。可见旧约权威是应当爱受尊重的。对于顶面咱所介绍的，咱就可以知影，旧约的信息呢，是指向着主耶稣基督，是为着主耶稣基督的救恩所备办的，互咱明白真神的大听，是为着罪恶中的人开出一条得救的大道。来经过着漫长的年代，真神一切作为呢，拢迄出着真神的大听来。对旧约的圣经内面，咱可以明白呢，在古老的经典当中呢，却充满着真神的智慧，也借着安尼，互咱更加明白，真神早就已经为着咱安排了美好的救恩，互咱看甲足清楚的，来信靠主耶稣基督就可以得到更较美好的生命，来享受更较美好的生活。圣经真正是咱每一个人啊，每日爱来滋养家己灵命的食物，互咱更加爱读圣经，来倾心的听从主耶稣的话，日时来读伊10万遍，暗时呢犹原爱来甲伊思想。圣经是咱每一日应当食的粮食，毋是特别这日才食的鸡卵糕啦。咱应当爱来用着诚心来学了天顶真神。今日生命的粮食这单元呢，希神就为咱来分享到这，咱大家平安。耶和华的